边境解封了后，第一场的实体礼典，这个礼拜五要伫个台北南港的展览馆来举办。航空业者拢推出着限定优待，像这个星宇航空，若是伫个现场买飞机票就拍9折；华航若是买到夜现拄1000块。啊，国内的旅游嘛拢大优待哦，像到新竹的司马库斯2天，到澎湖3天，拢只4000块来起跳。若是美人鱼来到展览场，个果最好，乌鑫翁仔嘛来斗热烈，怎样景气要变好，旅游业者拢真欢喜。目前的话就是日本北海道的询问度很高，12年年底前出国的已经很多人在询问，然后还有春节寒假的，所以预估应该到明年的话，可以就是慢慢恢复到以往的程度这样。上事件就是去日本省旅游展览推出海外限定优惠，三府旅游摆到5天上少38900，五东京5天上少39008，啊第二个人会当搁减6000。灿星旅游摆到5天上少28900，起起底Okinawa 4天机票加酒店自由行上少12888。不过解封后，民众拢出国省，啊台湾的观光敢会变歹？持续的在国旅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做法。那最重要的是国际行销的部分，我们会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台湾。出国省收贵个远，随天气变凉冷，买当伫咧国内洗烧类温泉。现在基本上我们的家庭房啊，已经满到明年2月了。没错，现在我们基本上啊，我们住房率都到90%以上。假日的话，基本上都满房。上阵寒天的上期，春天酒店温泉加早顿599，拍4.6折；六日威斯汀度假酒店温泉礼券650，嘛是拍4.6折。阿拉免人堂花园大饭店做SPA礼券2999，是拍5.6折，超拢是有拍对折。国际旅游展览都还未开始，业者就烧卡捏手，拢总有1200单位，预计小人数4个活动，会当成29万人参加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